係6點半新聞報道，現在正式開始。唔好意思，而家應該係4點半新聞報道。而家大雷電啦！頭先中午頭先嘅早上有大雷電，足足電死3個人啊2個人昏迷咗，去聯合醫院治理。有1個人咧就情緒都唔係幾穩定，所以咧佢都係情況好正常嘅。仲有另外一單事件，佢咧就係咧發生小雷暴同埋大雨，一陣間係有微雨。你睇今天嘅平均紫外線光速，而家係4度平均紫外線，屬於係中4度啊！請大家記住要擔把遮出街，如果唔係淋到你好似個落湯雞咁啦！拜拜。仲有我提醒你一件事，就係你唔好喺樹度避。如果喺樹度避，一定會捉線噶喎！哎呀，死咗！係啊，最好就縮埋個頭，縮埋佢，跟住咧就或者翻屋企躲一躲，同埋唔好掂啲鐵嘢。